台湾平均得3人当然会用2.7个塑胶袋，每就会讲，全台湾嘅人一年嘅用量就有182只。係講，人哋攞一條塑膠垃圾跌到垃圾桶，佢條算來去哪咧？一條垃圾咁要真緊就冇得嚟攞。攞垃圾跌到垃圾桶，看起來當正常。唔過唔可能唔知，一條塑膠垃圾一次都含菜，還會有其他唔好嘅影響哦。我没有想过我脚底下走的这些路全部都是垃圾堆出来的。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蛮震惊的，因为整个环境都被自己给破坏掉了。台灣電影研究嘅海，頭擺係沿清沙皮嘅大海，唔過沿沙原本各式各樣嘅垃圾污染沿嘅大海，傷害沿嘅島，本一片清淨嘅土地留嚟清難好嘅傷口。乃係台北約他果子嘅主前本，乃希望環境更強利。23年都做得有環保意識，本世界更美好。老板，我要一份那个火腿蛋蛋饼跟一个冰奶茶。火腿蛋饼，还有冰奶茶。那你奶茶要中杯、大杯、小杯？小杯就好。好，小冰奶、火腿蛋饼。你好。像咁樣買做酒嘅情形，就得講係台灣禮品嘅代表，咩係唔老捱平常嘅生活。唔過一隻看起來極平常買東西嘅動作，霎幾件唔到底，開始改變了人嘅環境。我今天要来体验当净滩志工，然后我们约了一位环保达人任平哥，他给了我一个任务，叫我在找他之前先买一份早餐，可能是要贿赂他吧。Hello， 这边，这边。好，你把早餐，好，你把早餐带来了。对啊，谢谢。对。为什么我们要约在早餐店？我们不是买好早餐了吗？哦，主要是这样子啦，我们想要来确认一下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早餐大部分都是很快速的就要外带走了。那其实，在本身这样来讲，会制造非常多的塑胶垃圾。比如说，我们来检视一下今天的早餐啊，你买的是什么？蛋饼。蛋饼嘛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一杯就是奶茶吧。那像这样的话，我们看有几样哦，吸管1个嘛，然后塑胶套2个，那杯子。纸杯虽然是纸做的，里面你觉得会有塑胶吗？应该会有吧，因为它有那个膜。对，那个膜也是塑胶嘛，所以塑胶要1个，就3个了。那上面还有一个热封膜，就是4个。那再一样，紙盒的部分它一样是里面有镀膜的，所以这样就到5个。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塑胶袋，就是要带走，要这样才方便，所以这样就有6个。其實也就係飲品即係講嘅買1送6，買1份做酒就夾嘅6隻塑膠製品。韓國自己嘅方法就係自家帶點環保餐具，因為長期做到無塑膠生活嘅佢，一直就相信係講有引來引導人，都做得自家發現來改變習慣，就做得大量減少一次性塑膠嘅用量，韓國本人嘅環境有變好嘅機會。唔過要有求利片有求價嘅點嘅，咁就很配合將飲品一樣嘅無素之可能。好了，我们就来試試看吧。好，老闆，我要一個飯團，素的。素的。哎。好，要不要加奶茶？可以。那等一下飯團幫我裝在我的盒子裡面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。沒有用那個餐具，袋子啊。不用袋子，不用袋子。我會包大一點。好，謝謝，你就直接幫我放進來就可以了。你等一下要拿什麼東西吃？等一下放進來，我等一下就直接用筷子吃就好了。這樣起得來嗎？它有油條哎。對啊，就像吃便當一樣嘛，你也不會擔心吃便當的時候你的菜夾不起來，所以其實沒有關係啦。我們不用因為它是飯團就一定要圓的。會很難用嗎？不會啊，等一下就像一般在吃便當一樣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等一下看你吃。對啊。到底要怎麼吃啊？那像一般的飯團還是會用塑膠袋嘛，那其實塑膠袋，謝謝。
对，像塑胶袋其实碰到热的也都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用自己的话，是比较环保又比较健康的方式。遇到这种客人，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？不会啊，有环保概念很好。啊，会有很多人这样做吗？越来越多了。我看你的东西都是没有先包塑胶袋的啊。对，没有。我看有的店会先包好，那个我就觉得好麻烦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有的客人哦，他有带东西盒子啊，就可以直接装进去。那个，我觉得这个环保概念很好。谢谢。谢谢老板的支持，好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。对啊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好，谢谢，大家都跟你一样就好了。对啊。谢谢。原本觉得应该无人会按用做，因为俩迄轻麻烦嘅事情。不过乃根本你看到俩早餐店的阿姨就愿意这样子做，我觉得原来也是有人会愿意给做环保的人一个鼓励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你拿餐盒去给他装的话，他也会给你装比较多，这让我见识到不一样的一面吧。做得啲生活度确实做到唔用塑胶制品嘅人，当然我要鼓励佢，因为啲现实生活度，就算大家都做得认同环保嘅理念，不过实际做到嘅人还是当有限透。故所人品特别准备了一条来自大海嘅污染证据，希望做得鼓励大家做到减少用塑胶制品嘅决心哦。像现在问题还蛮严重，以科学家估计来讲，是每年大概会有将近800万吨的垃圾掉到海里。他们说，相当于每分钟有一台垃圾车，然后把垃圾倒到海里面这么多。这么多。对，那尤其塑胶是不容易分解的。那像我们这边就常常捡到一些像这个，这就是我们在净滩或者是在水下捡垃圾常捡到的，那就发现它哪边怪怪的，被咬了。被咬了嘛？对，很多洞有没有？那这个。不会是人无聊去用的，你要看它是不是自然坏掉。譬如说像这边是不是很不平整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可能是太阳晒啊，它就脆化了。可这个非常平整，所以它一定是被某种东西瞬间的把它弄坏。那就是当它漂在海里的时候，然后一只鱼游过来，然后就咬，然后咬了之后就游走了。那你觉得这些现在不见了？这些现在在哪里？在鱼的肚子里。对，你觉得下一秒可能会在哪里？我们的肚子里。对啊，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危害。那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常讲到是像这个是粉末状的塑胶。你觉得什么东西会有这个东西？它没有味道。对，没有味道，不用闻，它就是塑胶，塑胶不会有味道。对，那我来跟你讲好了，这个就是沙滩上的那个，这就是那个柔珠洗面乳。哦。对，柔珠洗面乳里面的柔珠，我用过哎，全部都是塑胶。那请问你看你洗脸的时候，你会把那个水接起来丢到垃圾桶吗？不会，所以这个全部就既有水槽到下水道到大海。我们的塑胶问题不会只是表面看到的，而会是更严重的。那主要还是过度使用啊。你看像这个，它吸管就吸管，要用去拿去用嘛。它这个塑胶袋，又加了又多。对，那甚至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加塑胶袋真的会比较干净吗？像我们常常会讲的就是用免洗筷的问题。那用免洗筷的话，有些店家他会提供环保筷跟免洗筷，同时让民众拿嘛。大部分我观察下来是拿免洗筷比较多，你觉得为什么？他觉得很方便。没有，都在店里面啦。我要跟你讲啊，他觉得这样子是干净的，因为那一双是新的。哦，因为那个环保筷要那个店里面的人要洗，他觉得洗不干净。对，他觉得洗不干净嘛。可是实话是，免洗筷本身就我刚刚讲的道理一样，就不干净啦。我给你套100层好不好？会变干净嘛？所以没有用，它就会变成它是一个迷思。也可能就会大家讲嘅看唔到就算的啦。不過無塑膠嘅生活，唔係要引入到老塑膠盡做係天然，係減少使用量嘅時節，還要了解佢到，因為塑膠是係會變形嘅哦。千強嘅係用合法來暗砍非法哦。常常被誤會就是這是我們淨灘撿到的紙盒。我還在那個上面，這個掉了。這個掉，那個是在這個是在裡面的紙，所以你有冇發現紙不見了，可是塑膠還在。所以其實你要知道紙盒啊。它是紙嗎？說實話不是，它幾乎就是塑膠啊。所以我們會覺得說，一直在叫我們不要用塑膠，那我們就改用紙盒啊。其實是不完全正確，因為最重要還是只要它是一次性的，因為有膜。對，或者是它像這個有膜，它其實都一樣啊，一樣是不能回收。那這個進到我們的垃圾場還是燒掉。對，那甚至有些比較大糟的狀況是像這個。這個是我在淨灘的時候撿到的。小幫我嚇我一下。對，因為這個很古早，這你都還沒出生，這是真的民國73年的蝦尾蟹。難怪我沒有看過這東西。因為我們在淨灘的時候我就撿到這一個，那我就發現它非常的古早，你知道嗎？
我去查了一下文献，在我们净滩的旁边不到300公尺有一座垃圾掩埋场。所以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概念是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当我把垃圾分类好了，或丢到垃圾桶了，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嘛。这些垃圾就是会有可能像这样，就是直接当台风来，或是当河流、土石流，它就会把这些垃圾冲刷出来。这个垃圾啊，是乖乖丢垃圾的人丢的。他把垃圾丢到垃圾桶，垃圾桶满了，被垃圾车载到合法的垃圾场，结果垃圾还是到了海里。所以我们会强调一个概念是，当它只要过量了，就算它盖得再好，它都会是产生问题的开始。原来人认真做好废书，照规定做好分类，还是冇办法本记条就消失，唔会再个对环境造成污染下。看到张俊山、延平吉天大等前文直接来到基隆海巡，看一到按当年有唔会面皮嘅垃圾，认为根本就系好好嘅喏。这边下去就是，你可以看到这整个我们脚下踩的都是垃圾。脚下吗？脚下整片现在都是啊，你现在看这几都是。它的花种在垃圾上面。要种啊，你就盖土就好了，土盖厚一点，它还是自己会长。哦，这个是波幅。Hello， 等一下不太好走哦，小心一点。是认真要小心一点哦，往左边去就下海了，就跟垃圾一起跳海了。塑胶发明到现在不超过60年，不到60年，让地球变成这个样子。那真的要减少的方式就是减少使用啊，所以不会都不能用。但是下次当你要拿一个塑胶袋的时候，想一下你想要用它多久。看这里，随便一挖，全部都是垃圾。可能这塑胶已经整个跑进去了，已经看不到那个土壤在哪里了。我觉得我进完滩之后，真的深刻的发现，我要开始减速了。也大概是基隆八条子嘅潮景公园，泛洋洋嘅大海，长悠悠嘅草坪，早就已經變做了日清朗日嘅所在咧。不過，青島人客唔知嘅係，佢哋其實扔啲240噸嘅垃圾蛋糕，因為一片就係垃圾掩埋場改建嘅，韓國延長日久，海水硬大，瞬間慢慢地割脫咧，垃圾咪看顯顯，按將嘅公園。它變做破壞環境嘅源頭咧。我腳下都是垃圾哎，而且這些就都是丟到垃圾桶的垃圾，這也太高了，這不是被亂丟的。它沒有啊，可是它不是塑膠嗎？對啊，以前是用掩埋場掩埋垃圾啊。埋了30年的塑膠袋，可是我沒有看到那種小條的橡皮筋。30年了，不用期待塑膠會分解。這個有機會。啊，那個是那個3塊錢的那個冰啊，夾冰那種，就是那個前面的頭，然後轉開的那個。哦，我吃過那個。以前3塊，現在18塊了嘛。哦，打開了，等一下，它這個生鏽了啦。這個很舊了，它邊邊，你看它邊邊這裡是裂開來的，然後線還在。我以為丟到垃圾桶的垃圾就會被分解掉，沒想到它都還很完整。就是不要以為丟到垃圾桶的垃圾它就被分解掉了，結果都沒有。這一邊啊，這個你現在看到這個掩埋場，它是從民國65年一直用到民國81年，用了16年裝滿了就把它關閉起來。封閉起來，你自己也看到它這樣環境其實就在海邊。那其實風浪啊，不用講颱風啦，風浪大一點，這些東西就會下海，所以我們才會一直說。東西盡量減少使用啦，減少一次性的這樣子的消耗，因為我們真的消耗太多的資源了。我沒有想過我腳底下走的這些路、這些地方啊，全部都是垃圾堆出來的。我覺得看到的時候還蠻震驚的，就是我覺得人類製造這些垃圾的速度是太快了，我們分解一個塑膠要420年，底下這些垃圾的年紀都比我還要大了。
就是很多年70几年的垃圾啊，都还在这边，还好好的活着。让我觉得我日后的生活可能会做个调整方向，就是少用一点这些东西，就是不要造成地球垃圾量负荷过重的问题。香港唔係一個看到，大家可能都唔會知。台灣大部分嘅海岸早就受到污染咧，親接看到嘅殺數就係塑膠袋，韓國一次性嘅傳奇，一條做得講唔會分解嘅垃圾。唔但將造成生態嘅大災難，還本遷到珍貴嘅海洋生物無命咧。也咪係人品老國父知道自家愛做到事情嘅動力，故所對2016年起始，佢哋超人做咧8個廠嘅清碳發通，希望有更加多人來從事生態環保。韓國一擺前文總算沒有機會加入佢一條嘅清碳發通了。首先要剪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是，很多人会剪错，尤其像大家是第一次剪弹，有的会剪到错误的东西。那我们不要浪费体力，我们把该剪的剪走是最重要的。来，我讲一下哦，所有的动物尸体都不用捡走，因为请问动物尸体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？自然的。其实净滩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只捡人造物。有人看到海龟搁浅，好可怜，推下去。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这些动物是靠肺呼吸的，你推下去会把它淹死。所以只要看到保育类，直接打118，他们知道要告诉谁来处理，他们是专业人士。那如果你等一下看到一个瓶中信，里面可能是一份情书，情书写得非常棒，是垃圾吗？是，写得再好都是垃圾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跟它的文笔没有关系，人造物就是垃圾，所以这个要带走。漂流木呢？很容易理解嘛，漂流木不是垃圾。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？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，我的沙滩只能有沙子跟石头，所以木头走开，竹子走开，什么都走开，錯誤了，大錯特錯。海邊有這些東西是非常正常的，它會自然的被代謝掉，所以木頭、竹子這些自然物通通不需要剪。打敗清碳之前，人品就會像根本一樣，拿定麥克風、放鬆幻燈片，老職工先釐清一條環保、減塑和個清碳嘅正確觀念。韓國先頭嘅重點就係平面打掃，還有資源再利用。今本日清碳嘅所在係第8條至5公嘅出海口，一片有一大片生態豐富嘅流涧帶，上面因為大雨、流來流氣流同垃圾，還有海上漂流物，達到一個所在咧。對，慢慢走，我們重心往下放。進來的朋友，我們就先到那裡去撿了，好不好？我這裡可以扶大家。整個在地往下推，就這樣，慢一點，絕對不要靠到大步，慢慢走。任平哥，這個要剪嗎？那是玻璃啊。對啊，是玻璃耶。碎玻璃不用。你這個還沒剪吧？還沒啊，還是空的啊。我丟了2個。這個裝回收的。好，回收知道哪幾個嗎？保特瓶玻璃金屬燈泡。好。那這些碎塑膠已經整個跑進去了，就是你已經看不到那個土壤在哪裡了，都是垃圾堆出來的。有很多東西你挖出來，你已經看不出來它這是什麼東西。這好像是反正也是一個吃的，因為它寫一個什麼酸。大部分這樣一眼望過去都是保麗龍，白色的那個都是保麗龍。然後你再來就是看到很多的塑膠，像是塑膠瓶蓋啊，或者是這是什麼？但是大的都便宜蠻多的。哦，蠻有的。這是一個罐子，塑膠罐。沙巴大方嘅垃圾，反正係乜嘅都有，乜嘅都冇奇怪。不過清碳嘅意義，是唔係單槍飲垃圾天天，係喺啲勞動嘅過程當中，增進體會環境保護有幾條件，有幾重要嘅。我現在的感受就是，我只在這30-50公分的方圓裡，但是我已經剪了將近半個小時。那我覺得就是回歸到以前吧，以前人沒有塑膠布也是這樣生活嘛。那我覺得那是個美好的年代，因為孩子們來看的時候，他不曉得原來我們的另外一面是這個樣子，他們學校也沒有教這些啊，所以你要大家來看。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個可以讓他們知道，就是我們製造的垃圾真的會造成很大動物的傷害，然後就是會讓他們知道說淨灘撿垃圾很辛苦，他們就會覺得說以後就是少製造垃圾。
就是有劳动，他会比较有感觉。还要拿一些手套先9.9，手套先不要脱，9.9，一般的，手套先不要脱哦，手套先不要脱哦。把垃圾称重的那个目的在哪里？第一个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今天捡多少，好像就是一种成绩的感觉，就是捡了多少，然后去了解今天大家的努力把就这片垃圾捡干净，像到底有多重。它通常会比想象还要重，比如说几百公斤这样。那另外一个是回收物跟非回收物的比较，它就可以知道这边的状况。比如说有些地方如果海滩离马路比较近，它的回收物会比较少，因为会有人来捡。所以它是主要是一些记录来源。那另外一个是，就是我们这些数据啊，有些部分会回报，你就可以知道那累积起来，比如说今年台湾捡几吨啊，或什么，它都是一个算是科普的数据的概念。来，有没有猜一下全部多重的？随便猜，你一定猜不到。118，迪丽你很厉害。117.5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对，是还蛮厉害的。那实话是厉害不是好事，代表这个环境很可怕。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来海边，单纯的欣赏大自然就好。所以也希望大家回去之后，也记住一个概念净滩是一时的，减少垃圾是一辈子的。我觉得今天净滩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净滩的样子不太一样，就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景象是，垃圾比我想象中的多更多，比沙子还要多。就是我看不到沙滩，只知道因为前面有海，然后我可能知道说，这片可能它是个沙滩，可是其实那些沙子都被垃圾给盖住了。这是今天的垃圾量，好重哦！等一下，这很重哎！等一下，我右手太没力了，我要换个姿势。拿到上面我们有神秘的小点心要给大家吃。你拿这个袋好了，这袋比较重，这袋真的很重。要多神秘哦！都是保特瓶，看前面那里还好几袋，后面也还好几袋，不要跌倒，就是很重。我觉得我进完滩之后，真的深刻的发现，我要开始减速了。我不想下次来海边的时候都是这些垃圾。大巴嘅清潭发通都会清出8個公斤嘅垃圾，本所有參加嘅志工都會得到清淡嘅成就感。不過清潭單槍係超一群人來掩填垃圾就結束咧，安樣食材當打賞。古上人品老國父咪開始希望安樣嘅同在地來做結合，用創意本清潭還較有重現嘅影響力。你覺得今天這個社區好了，知道淨灘的人多嗎？应该不多吧？你看我们办的净滩，结果就只有参加净滩人知道，可是这附近的店家啊、居民都不知道。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，怎么样子可以让他们知道？所以我们在小琉球那边就有发起一个海滩货币净滩的活动。你要捡很认真哦，要捡很认真，要捡前10名这种，我才会发这个给你。你拿到这个之后，你就可以到店家消费，店家会很开心，说愿意来净滩的人帮忙把环境照顾好。所以他们就愿意提供一些折扣，所以就会变成，如果我下一次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店家是不是就知道？店家就会怎样？就会跟其他人讲。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，在小琉球那边有越来越多的业者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净滩，甚至有的是民宿的老板哦，民宿老板他就带他的游客，带他来住宿的房客一起来净滩。然后有的卖吃的，他们就开始自己提供环保餐具给人家外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，慢慢的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的问题，然后让更多人一起来减少塑胶的使用，环境就会越来越好。有一句話講，將會改變嘅世界，唔係意思13人做動多嘅事情，係會意思動多人都係來做一時時嘅，就像清潭發通咁樣。伊雖然冇辦法停停垃圾污染，不過佢做得啲每一個嘅志工心關度種下環保嘅種子。韓國越來越多人投入參加，每越來越多人限制日常生活度唔用塑膠製品。相信台灣嘅垃圾問題就做得改變程度。韓國面頭前一片大海，現在做得原本期分擔嘅強力同堅強。